位 Now News 今日新闻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力量智库执行长李兆立。那我们知道，去年从这个肺炎疫情开始呢，许多人都开始关心说，台湾的这个意向在世界上是不是能够被清楚的表明？主要是因为我们去年一整年呢，中国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，在国际上受到很多的批评。那因为我们的名字跟我们的各式各样的识别系统跟他们太像，所以导致我们会受到混淆。于是我们去年看到了护照的这个改版，那以及呢，慢慢有其他关于华航以及关于国徽是不是要来修改的部分。于是呢，时代力量在去年呢就已经提出了一个办子，就是在这边大家看到是一个立法院的决议案，是希望可以来修改我们的国徽，因为我们知道目前我们的国旗是会规定在宪法里面，但是国徽是可以按照我们现在法律来修改的。那这个案子你很难得的在民进党的这个支持下，在立法院通过了。结果呢，在1月多通过这案子之后，3个月的时间过去之后，内政部必须交出这个报告来。昨天看到这报告真的是我非常的傻眼，所以必须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这个内政部这个报告，首先跟大家说，这份报告总共花了3000多字，3163字，我还帮他算了一下。结果呢，花了绝大多数的篇幅在做什么呢？在做历史资料的考察，真正所谓的评估的部分呢，帮他算了一下，只有636字，花了1/5的篇幅在做分析。那这还不打紧，他分析了哪些东西？跟大家看一下。他告诉我们的结果说，国徽运用对修法的影响是，因为它可能会造成对内的争议，扩大意识形态的冲突，无助于对外优先的课题，以及影响我国国际空间的参与。看到这个我就心里很大的问号。以及后来呢，他特别讲到说，这个我们的国徽啊，他的建议是这样子，因为虽然我们经历了漫长的党国不分的威权统治，那确实他也承认哦，国徽跟中华国民党党徽呢有高度的相似，但是国徽作为国家的象征呢，有它的凝聚国人情感之庄严意涵，不宜轻易修改。所以他的结论是怎么样呢？他认为不应该由中华民国来改国徽，而应该是由国民党来改党徽。好，我们就一条一条来跟内政部来讨论一下。首先，他第一个提到说，我们的国徽啊，具有长久的历史意涵，然后呢是凝聚我国的这个共识跟情感。那首先我就想问大家说，请问我现在手上这个板上面的左右2个图，哪一个是国徽，哪一个是国民党党徽？大家可以想一下。分得出来吗？觉得这个是国徽还是这个是国徽？这个太阳比较大一点，看起来好像国徽，对不对？其实正好不是，太阳比较大的其实是国民党的党徽，太阳比较小的是国徽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东西内政部在报告也非常清楚的跟大家承认了，是先有了国民党的党徽，那国民党再按照他们党徽的格式来看成国徽，所以是因为这样的因果关系。那我就想请教说，如果这2个图根本分不清楚谁是谁，那请问一下，我们是凝聚在什么样子的图腾下面？内政部所提的一个国徽来凝聚的国人的共识，到底是在指哪一个图呢？内政部自己知不知道？第二个，内政部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党徽，这个国徽啊，其实是这个事关重大，所以不宜轻易的修改啊。然后呢，所以才要求说，那应该是由国民党来改党徽。那因为依法上面呢，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，就是内政部作为政党、民间团体的这个主管机关，他没有权利去要求任何民间团体更改党徽、更改它的标章。对，我也希望说，无论是国徽也好，还是党徽也好，最好是改到非常的清楚，不要再出现这样子的混淆。因为一个国家不应该出现像这样的状况，党归党，国归国。那问题是依法上面并没有办法要求国民党来修改党徽。他只能我们自己来修改国徽，他不愿意做没关系，推给一个问题叫做国徽不能轻易修改。那我想请教一下，这个国家叫做韩国，它的国徽曾经经历了5次改变，请问这个国家随随便便的吗？这个国家没有凝聚它的国族意识吗？各位知道最近韩国对于中国的这个文化入侵这个抗拒非常的严重，那甚至这个民族主义其实也非常的高涨，对他们自己民族自信心也非常的高。那请问一下，他们换这5次国徽有减损他们对国家的凝聚吗？我们再来看看内政部告诉我们说，国徽它长时必须跟国旗要合在一起，所以很高度的识别。那我想请教大家知道奥地利的国旗长怎么样，跟国徽长怎么样？给大家看，
奥地利的国旗其实小小像在这个盾牌上面，事实上呢，一直大部分看到奥地利经过3次的改变，在这个双头鹰其实跟它的这个国旗颜色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因为这个双头鹰是神圣罗马帝国所留下一个历史的遗绪，所以很多的斯拉夫国家跟德意志国家都留下这个传统，跟它的国旗呢没有太大的关系。那也是一样，经历了3次的变更，奥地利并没有成为一个所谓的随随便便改变，影响了国家凝聚共识的一个目标。现在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，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，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个所谓的，已经走出我们这个所谓的党国不分的时期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的国会跟党徽分得更清楚一点，让大家都不要搞混，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凝聚台湾人的共识，而不要再把它推给所谓的国际空间，更不要说把这个责任推给国民党。国民党当时已经呛过民进党说，你有种就来改国徽，现在就是在考验民进党政府有没有种的时刻。